彼得同台湾的营养午餐寻到新的可能。社会实验部启动日本来一阵营养午餐的调查之旅。连带4礼拜，请天地下向下来一看啊，日本的食物，样的食，样的干，样的好，又是样的滋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义贵，非常收看这礼拜的社会实验部。来，大家提出了社会实验部前进日本，营养午餐第3季，我来看日本的食物教育。首先有一张图，我们不陌生，看了2集了，但是谁画了一个红圈圈？这是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在2005年多了一个食欲基本法。食欲基本法有乜嘅内容？来小解一下。就是食欲基本法第20条内容，然后翻成中文大概有3大重点：一、透过学校给的实施；二、透过农场的实习；三、透过食物的料理。这3大重点。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就是透过学校给的实施与透过农场的实习2个。下一集会再谈到透过食物料理。OK， 那我好奇，在看日本的食物教育之前，台湾各位有接受过食物教育吗？有，以前我国小的时候有，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阿姨就会广播，就是告诉我们今天的蔬菜从哪里来的，可能是屏东的洋葱，或是司马库斯的高丽菜，对。然后国小每天吃饭都会听到广播，可是其实到了我差不多快毕业，好像5、6年级的时候吧，就开始有一种疑问，就是你告诉我这个干嘛？因为我觉得无论你告诉我今天这菜是从哪里来的，我都还是得吃，并不会因为你讲了，然后我就可以不用吃这道菜。所以我会觉得他最后跟我讲这些，我都觉得很没有意义，可能就渐渐的不太想要去听了。对，照派大星这样讲，可见在日本你们是有看到他们有做到，做不完日本做一道，其实有些你要把你做的，看我来看这礼拜的使用汉后教。唔还记得将去到日本家下，去各位营养午餐做下么？日本的营养午餐纯到外菜，韩国水果的皮就被集中第2个厨艺技术器来处理。是这样吗？捞不下去的厨余，这是他们一个班剩下来的厨余量，里面有橘子皮，还有饭。其实这样算很少了，因为以前在国小或者像现在国中的班上，我们的厨余量根本就是一个小桶子都装不完的量，是多很多的。可是它这样只有1/2袋而已，我觉得算很少了。但是一个袋子里面还装一点点，可是这样积少成多，看起来就会觉得很浪费。残菜が戻ってきた時にはすごいショック、辛いです。せっかくみんなで献立を立てて作ったのに、わーって残ってきちゃったって思います。はい、すごく寂しい思いがします。残念だなと思います。彼得鼓励也得社会伫好食食物，营养师就会伫食饭家下许多好教，同大家小结食类哪道食材韩国食物的知识。はい、ありがとう。でも足りなくなっちゃうな、平気？あ、大丈夫大丈夫。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給食センターで栄養士をしています塩野と言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今日みんなが食べてる給食についてお話しさせてください。今日のこの野菜に入ってるキャベツ。これは茨城県というところで採れたお野菜です。みんな茨城県わかる？東京の上。はい。然后他问好不好吃，他说有番茄的味道。食育のやるときには食品にはどんな栄養価があるかっていうことはもちろんお話はします。それと子どもたちが食育の授業を楽しんでもらえるように
日本の場合は大豆があってそれが味噌になったり醤油になったり加工されていくんですけども、そういうふうな変化というのを教えることによって子どもたちが食べ物に興味を持ってもらいます。そういうのをやることも大事かと思って食育の授業の中には取り入れてます。いろんな郷土料理が出るので、そこの地方の味を味わえるから好きです。いろんな知らなかった料理なども知れるので、そこがいいと思います。没有厨余哎，只有哈密瓜皮。可是因为今天吃的太好了，所以完全都没有人想倒掉。牛乳とかにはちゃんと命があるから、食べるときは命をもら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を考えながら食べたいと思います。像刚刚这样的食育课会让你尝试你平常不想吃的东西吗？昔は牛乳が嫌いだったけど、今はさっきその話を聞いたらなんか好きになれそうなような気持ちになりました。你觉得在学校午餐时间你开心吗？为什么？給食の時間は楽しいです。みんなで班になって食べれたり喋ったりいろいろなことができるからです。因为我去上学的时候我还小，老师就会觉得你是小小孩，你没有自主管理能力，是我样样帮你来弄，顺便刚好样样监控你，监控你的菜量，监控你不可以没有办法把它偷渡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再监控你要倒掉多少。他要你吃的东西，你一定得吃，你没有办法逃避这个东西。我会觉得很烦，而且这样子只会让我觉得营养午餐的时间更不快乐，更不快乐就更不想吃，就剩更多，然后他又更逼我，就是感觉像是一个恶性循环。對日常社會嚟講，快樂最好是一定會靠比賽，也因為可以好教，盡到接受為一啲神秘嘅健康。佢特別有請到為大本社會快樂嘅食育教材。綠色的要貼着奇怪的衣服，大水果，好漂亮的衣服，是要20。这是什么？好可爱，这是香蕉吗？没有，这里是菌，就是让你会让你食物中毒。好可愛哦！他現在把細菌畫得那麼可愛，我們好像不會怕細菌。好可愛，小豆豆，プチプチプチ。埼玉県宇宙給食会は、そういう給食の品物だけじゃなくて、食育を応援することも仕事の一つにしてますので。就是有器材表跟那个租借可以借，反正就是学校就直接网络就可以跟他们借器材这样。好酷哦！是免费。但是这应该就是说包子里面的料是什么？然后有猪肉、有香菇、有玉米跟洋葱，还有高丽菜。猪肉，它是有切的猪肉，不是整只猪啊。因为它合起来之后就是一个包子的形状，好可爱啊！上次嘅食育教材係要一天，結束費嘅行路後，要嚟教社會用眼正確拿筷子嘅海報。这边是在讲筷子的正确拿法跟错误的拿法，然后我好像喜欢这样的。我是交叉刀，你看那边写一个叉叉。他说还有人会握着拿筷子，觉得你这次蛮标准的，跟他很像，那是正确的。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请了什么小孩来当顾问，因为小孩会喜欢的东西他都做了。你看用立体的，你会比较清楚要怎么拿吧。还有这个是游戏，我觉得游戏是重点。夹一个东西，然后丢下去的游戏。好，黄豆最小最难夹，它下的声音最好听。第按到食育教材當中，小亮偷嘅佢其中嘅意見，我帶在台灣同樣的分享哦。你也是小事情不厲害的地方，但想排2個世紀假期到日本
还从日本带来这个特别来宾转到你台湾来，请介绍。有请煎鱼解剖君，来自日本的一个鱼店做出来食鱼的教材哦。请问怎么教法的？这个呢，就是抱歉了。哦，小亮解鱼。然后它里面啊就会有像鱼的内脏、骨头，或者是像这上面写背节，然后这里写着腹节，就是在介绍它的部位、它的心。OK， 所以它是用这样的道具告诉你，哎，你吃到的是什么地方的肉？除了小亮的解体菌，我看到，那个是菜单，就是他们给食的菜单。因为他们那个区域就是青梅市，他们做过调查嘛，发现有30%的国中生，他们的食欲知识呢都是从给食的这个营养午餐的菜单上面看来的。像我们这些翻译出来的有看到，它有分红色食物、绿色食物，还有黄色食物。那上面就有写说，像是红色食物就是只要制造我们身体养分嘛，可能就会适合喝牛奶啊，或者吃鱼，还有豆腐。那如果是要调整身体，可能就要吃绿色的食物，例如一些蔬菜，还有红萝卜。对，那如果是要提供能量的话，要吃糖还有淀粉，这边就有写。所以他们国中生都会看菜单，然后就得知哦，原来食物有这样的营养。你讲这3个颜色，让我想起一开始你给我们看的 VCR， 那个营养师他穿的围裙，有没有给你穿的那个，好像就是红、绿、黄3个颜色，原来是代表3大类的营养。刚才你拿的时候，我看到翻面好像有一个图案引起我的兴趣，为什么日本的营养午餐菜单上有巴西的国旗？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去刚好差不多是奥运的期间嘛，然后他们就说在6月23号的时候，他们会提供巴西的料理，因为是里约奥运嘛，要因应时事就配合做出这样特色的料理。对，哇，真的很不简单。你看煎鱼解体菌，然后结合时事的菜单，以及刚才在 VCR 里面听到那首食欲的歌，记得做到最近当场面，就很加展开都好搞的技术部分。哪只重点就小亮家紹介，記得做農場實習，要做哪啲內容？先了解下，啱唔啱準備？日本的營養師會喺無空中嘅課程嚟教食養知識。歷史課嘅時間，營養師會打扮做武士嘅樣嘅嚟紹介200人年前廣府時代嘅食材文化。日本課嘅時間，讀到為黃體會嘅課文，有啲社會就做到去體驗用嘅種黃體會。沙皮課會教會教好，就會去參觀好教夫區嘅嘢體育工廠。安尼嘅課程結合，社會就行下 TV 嘅度，社會出台哪類事，還有幾多位顧。反正節目現場，我哋看日本農場嘅實習，強調從這種 DM 開始。這張 DM 有點特別，是通緝令嗎？怎麼這麼多人頭在上面？哦，不是，只是學校發給學生看的。這5個人呢，其實是他們營養午餐的蔬菜的產出者哦。對。那你們有採訪到任何一位嗎？有，我們採訪到了種高麗菜的阿伯。請問一下，在看這個農場實習的精彩畫面之前，有沒有什麼跟我們簡單預告的？我人生的突破吧，我覺得。人生的突破，到底小亮對日本做了乜個人生的突破？看來看2禮拜嘅日本開現場。還記得 NCT 擺放嘅整蠱食好冇？冇錯，就係全班都係揾雜技師做嘅好教。也特別夜生育課程係帶定人來體驗生活對難度度到16度嘅過程。然後茄子、青椒，哦，这肠好大，那个已经可以吃了吧？我觉得这一定老设计模，你看茄子、青椒还有番茄3个选一个，他只要中火，他就会想吃，试来看看，体验整个完整的农夫流程。他就顺着他的线直把青椒给吃下去。为什么我觉得好像讲得很邪恶？聽說你們就是不是都會去種菜嗎？那你們會吃你們自己種的菜嗎？會吃，好吃。他細嘅生意呢，就啲盆仔嚟種長者會，他大嘅就做得起菜園種菜嘅。體育館時候，要專門俾一條社會設計嘅菜園，
一整日不用一节课，不记得自家己买去放草、淋水来体验比甜豆度为做奶豆色。画这个草吗？そうこれライス。然后这是5年级他们自己会把这些米吃掉。好厉害哦！那你在做这些课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回忆？大根焼くときに引っ張りすぎてお尻餅ついて。さつまいもは抜いちゃダメだよ。对啊，很深啊，它就是很难拔，所以才会那么深。哦，好玩吗？你觉得很好玩吗？真的乐在其中啊！可是我现在觉得我好热，我好想起来了。你们现在好热哦。好下去了。抓蝌蚪吗？可以吗？还有人下去。好呀，好呀。根本抓不到，等一下。他说小朋友说夏天很舒服。真的吗？可以下去吗？おいくすごい。小心不要踩到稻子。不会，我尽量。好舒服啊！天哪，我的脚已经起不来了。有蝌蚪吗？蝌蚪吗？哦，かわいいね。蝌蚪哎，我抓到一只。你的手是脏脏的啊！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就是一种感觉，你就很喜欢亲近泥土，你就觉得泥土摸起来那种感觉，你好像就是很喜欢踩进泥巴的感觉。读这所学校的学生很幸福，他们可以去体验到，就是种水稻、种马铃薯、种很多，就是其实学生我怎么讲，亲近大自然吧，就在一个市区的学校，你可以亲近大自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彼得会更加了解社会对教育课程如何好多为按度物解，会邀请一定日本的小母嘅来谈看啊，佢哋學校係用嘅治理也到農作物嚟。我想請問一下，尤其就是從幼稚園到你現在，你有沒有種過一些蔬菜或是一些植物，然後讓你覺得就是有跟食物對食物之間有一些體驗？小学2年3年かな、トマトとナスを植えて育てました。結構大変でした。水やりとかやっぱり、自分で育ててみても思ったんですけど、自分で育てると種とかから頑張っても1粒2粒とかしか自分では取れなくて、でそれをなんかいつも当たり前のように食べてるけど、残したりとかしたらなんかそれが無駄になっちゃうし、ゴミにもなっちゃうので、それで全部残さず食べるようにしてます。除咗啲學校，為種自家愛食嘅出野豆，日本嘅社會係冇許多學校內部嘅研究同工作人強下嚟熟悉農作物。一種係技術中心發嚟承擔，當紅手機嘅提供5層食材嘅工作人，下嚟就聽到人強下嚟嘅拜訪，也嘅80歲嘅阿伯講。我可以吃的。他把它切下去，对不对？那这个蔬菜全部都种給學校的嗎？これ全部給食用ために。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ね。今全国的に地産地消という政府の奨励で、できるだけ地元で生産した野菜をね、地元の人に食べていただくと、こういう政府の方針で、学校でも給食にそういうものを使ってね、地元で採れた野菜をすぐ給食に使用すると、こういう仕組み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よね。私が始めたのは昭和47年か8年頃ですね。もう40年近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那他除了只種高麗菜之外，還有種別的？大根、ほうれん草、
人参、白菜、こういったものが大体主ですね。できるだけ使わないように、できるだけ肥料も有機肥料を使うようにして、それで子どもたちに食べていただくような安心安全なものを作るように心がけています。もっとね、この辺、跟我脸一样大的高丽菜，跟我脸一样大，跟我脸一样大。他说可以吃，真的吗？可以直接吃吗？这个高丽菜可以先吃啊。哎，我洗过哎，好好吃哦。冇想到將摘個下來嘅玻璃菜啱好食，派大師天天快陪現場嘅特產業。可是我不敢吃那种。小亮忙着按那些玻璃菜，佢堅強是冇做過嘅東西。他人呢？你要吃生菜？先不要了啦。太多了。不過阿爸講要唔啲，行起送嘅搬啲玻璃菜俾小亮，冇想到。妈咪，哎，给我整颗，整个给我。爱干都不在吗？那个北北他让我很压抑的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不好意思跟他说，我想下去试试看，看他可不可以让我脱鞋子下去做一点我想做的，就是像我刚刚菜园里面一样说要亲近泥土，所以他现在答应说要让我收菜，我好高兴，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很压抑，他竟然会答应我这种事情。然后收完菜之后，他说送给我的时候，我觉得有种身负重任的感觉。他把一颗高丽菜交给我，我就必须得把它处理掉，我要好好的把它吃完，因为它是我的责任。就是高丽菜，小亮从影以来最大突破。为什么你在日本就敢吃生菜了？因为就感觉那个阿北那么用心种菜，他说没问题了，我就试试看啊。其实反正也无妨，大家都吃了。你当初的顾虑是什么？感觉生吃有点奇怪，因为是觉得啦，感觉脏脏的。但你说很好吃，很好吃，真的好吃吗？我不觉得生吃高丽菜好吃哎。是还不错啦，可有点辣辣的，但基本上很好吃，是真的。恭喜你突破这件事情。那对派大星来讲，这个农田之旅，包括你抓蝌蚪以及跟着阿北一起采菜，有什么心得？其实他们是因为他刚刚阿北都有讲是推广的在地产，然后我们就可以吃在地属于自己家乡种出来的食物，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就是其实这是一种家乡，就是你自己跟土地的一种感情，而且是你生活的土地这样。那其实比于我们学校以前的食育课程，我觉得这更有意义。就是比起你告诉我说蔬菜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就是没有眼见为凭嘛，对不对？那他如果说他这块农地可以让学校的小孩可以去那边看，然后甚至认识这个阿伯，让这些小孩知道说，原来我吃的菜是从我的家附近的菜园种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会比较有感觉的。但在地食材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很常听到，什么零这个碳足迹啊，减少碳足迹。会不会也只是一个口号？其实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会不会阿北的孙子也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他读的学校可能就会吃到阿北种的高丽菜？那其实是一种效应，就是你自己种的菜，最后反而就会回报到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而且甚至阿北分行周遭其实有很多的邻居，可能他们的小孩都有读这个学校。那阿北种这个菜，他不只是种给他们吃，可能也是对他身旁的邻居或是小孩有一份感情在。我觉得他种这个菜其实就是对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派大星说的就是真的啊，就是你想想看，如果是你会把有农药的菜给你的孙子或你朋友的小孩吃吗？你当然不会啊，所以这不只是一个经济效益上的问题，它也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啊。一开始我看你们那张小 DM， 我就说为什么要有人的脸、人头在上面？它透过一种人造成的情感连结，让他们的食物教育不是只有宣传上的文字。就像你们两位讲的情感，谢谢你们两位的分享。这3集以来的内容让我们有很多的收获。
还唔单常安样，因为可能按到撒下来，来到天都炸多的菜种的东西，我透过总铺是2个小时，记得有收益，变做大家做当时的菜。要班做多的，下周礼拜六下午7点半，记得准时收听。社会是根部。拜拜，高丽菜，拜拜。哇，这个是削红萝卜跟西马肉。先煮咖喱，我先把这个萝卜是要就是这样，那个萝卜的话要切滚轮。